特區政府會主動對接國家15規劃，為香港制定首份5年規劃。香港5年規劃可以增進民生福祉。規劃會就各重點領域制定5年嘅願景同埋目標，市民可以更清晰咁了解到5年之後，即係2030年，香港蓬勃發展嘅情況。5年規劃會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建成不斷延續嘅動態循環，讓市民可以分享發展成果，民生福祉不斷增進。我會領導特區政府團隊全速編製香港5年規劃，編製工作由我主導，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責，各司局長全力推動，共同參與。編製香港5年規劃將喺今年內完成。為咗協助政府喺呢一個咁緊迫嘅時間內完成工作，我建議喺行政主導之下，政府同立法會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發揮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互相配合嘅夥伴力量。我已經同立法會主席溝通，佢反應正面，我多謝佢認同我嘅建議。協同機制將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同立法會相關小組委員會協同組織合作平台。機制嘅工作模式包括進行協調研究，就專題舉行聯席或者分組會議收集意見，並進行研究同埋分析，即時匯集結果，並持續按進展第一時間提交政府，配合同埋協助政府喺行政主導之下制定香港5年規劃。協同機制需要喺3至4個月內完成工作。政府會總結意見同埋研究，全速制定香港5年規劃，並會喺今年約第4季展開公眾諮詢，會喺年底公布香港5年規劃嘅正式文本。